由雅国游艇集团甲新加坡悦榕集团合作，拍算开26亿所打造的安平港国际级度假酒店。除了宣告安平游艇城将进入国际饭店的第3期开发，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国际游艇港酒店。走好动土以后，预计2027年完工，要向全世界游客展现台湾安平的吸引力。悦榕集团呢跟雅果游艇的合作呢，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台南市的观光发展，不只是发展国旅哦。以后呢，因为我们雅果游艇呢在跟国际接轨的同时，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台南市把外国人也带进台南这个地方。那以后在悦春饭店的这个地点呢，我们可以配合雅果游艇的船艇在这边亲子一起享乐，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儿子，然后在这边玩风帆，玩 OP 小帆船，然后再享用我们的陆域上面的一个设施。随着疫情解封，民众无论伫观光旅游还是个人的消费，愈来愈感慨，也正看准国际化商机持续开发。其中未来度假酒店的套房15号嘛正式甲大家见面，以80万到120万美金的等级，要打造40号室内28平的套房公开销售。据了解，目前已经有6号成交，期待享受尊严的服务。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